发起在迄个方案了，甲咱各位先生分享吼，就是军事修德9月1月，万字目的应用字，金正联姻如敬字。因此哦，各位先生，咱若一个班会啊，吼，不管是大班的还是小班的，咱若有请咱的点传师，还是咱爱上有帮助你，互咱若请去迄个发会内底，比如讲阮仁德成全班啊，互咱请点传师去，请助理去吼，咱参班的浅显吼，感受都不一样，因为得胜的一个当家，得胜的当家。所以呢，伫遮咱爱体会讲，咱今日虽然是一个人才而已，那么咱要如何来成就咱家己，这嘛是咱爱去学习的所在。君子所以为君子者，和也，书记学也，就是伊就是讲良助才知，雕书其书，应报将之。就是讲咱不管就是讲伊咱的基础人做主，